第12章，天顶显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人，身躯满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12星的冠冕。伊怀孕，伫生产艰难中痛痛呼救。天顶阁显出异象来，有一尾大红羚，七头十角，七头顶戴着7个冠冕。伊的尾拖着天顶星辰的1/3，摔伫地上，羚就徛伫迄个特别生产的妇人人面前，等伊生产会了后，要吞食伊的婴仔。妇人人生了一个查甫囝，是将来要用铁管发管万国的。伊的婴仔受提到上帝宝座迄位。妇人人就逃走到旷野，伫遐有上帝甲伊有庇的所在，互伊受养活1260日。伫天顶就有征战，米迦勒甲伊的使者甲羚征战，羚也甲伊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无有得胜。天顶再无有因的所在。大羚就是迄个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的。伊受摔伫地上，伊的使者也三角受摔落去。我听见伫天顶有大声音讲：我上帝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搁伊基督的权柄，现在拢来到啦。因为遐会伫阮上帝面前入眠控告阮的兄弟的，已经受摔落去。兄弟赢过伊，是因为羔羊的血，甲家己所见证的道。因虽然到死，也无疼惜性命，所以诸天甲踮伫其中的，恁拢着快乐吧。只是地甲海有灾厄，因为魔鬼知影家己的时阵无做，就真受气会落到恁遐去。羚看见家己受摔伫地上，就困逼迄个生查甫囝的妇人人，对安尼有大用的2支石鼓赐互妇人人，互伊会爬到旷野。到家己的所在，闪避迄个蛇，伊伫遐就受养活1年、2年、半年。蛇伫妇人人的身后，对喙中吐出水来，亲像河一样，要将妇人人冲去。地壳帮赞妇人人，开喙吞迄个对羚喙中吐出来的水，羚向妇人人发售去甲伊其余的囝儿征战。这个囝儿就是迄个受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。迄时，羚就徛伫海边的山顶。